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64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70天。就在美俄即将会晤前乌军加大了对库尔斯克的进攻力度。乌军再次试图进入库尔斯克州，扩大占领面积。俄罗斯的军事博主叫拉多夫在电报频道爆料说，乌军士兵企图潜入特特基诺村。此外，乌军还不断向格罗什科沃区新道路村附近铁路线派遣小股部队。由于乌军在这个哈尔科夫、苏梅以及俄罗斯的库尔斯克边境地区这个进展顺利屡获战功遏制住了这个俄军的这个什么夏季攻势，所以导致这个克里姆林宫免掉了北方集群指挥官亚历山大拉平上将。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行动的俄罗斯北部集团军现已迎来新司令，由叶夫根尼·尼基弗罗夫陆军上将接任。尼基弗罗夫接替的是亚历山大拉平陆军上将北部集团军指挥官职务。拉平自2024年3月起担任该集团军群司令。在此之前，拉平曾担任陆军总参谋长兼陆军第一副总司令，以及中央军区司令、中央集团军群的司令。克里姆林宫为什么突然换掉了拉平上将呢？这个实际上就跟乌军在苏梅和哈尔科夫以及库尔斯克的进展有极大关系。前不久乌克兰第225团解放苏梅地区的几个村庄时一举歼灭俄军3个营。对于乌克兰人来说这意味着苏梅地区的北部袭击将会增加。这个拉平上将的离去让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他们的交通陷入了这个混乱，因为这个拉平上将他是一个出色的交通指挥员。接下来这个还在哈尔科夫、苏梅、库尔斯克方向的俄军恐怕就要陷入混乱了，就像一只无头的苍蝇乱飞拉平将军他特长是交通指挥之外还有一项就是撤退。这个拉平指挥的部队曾经因为撤退的太快没有来得及通知这个车臣的特种部队艾哈迈特什么特种部队也就是那个抖音部队。也就是拉平将军他们撤退非常迅速，结果抖音部队他们反应稍微慢了一点。本来抖音部队他们是在后方，是督战队，结果秒变前锋被乌军给围住了，气得这个卡德罗夫当场扬言要枪毙拉平。后来说给拉平发一支冲锋枪，让他变成士兵冲锋陷阵。再后来拉平就被派到了别尔格莱德当剿总司令专门打击那个俄罗斯什么自由军、俄罗斯志愿军。现在拉平终于玩不转了回家养老去了充分说明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双方绞杀这非常的残酷乌军说乌军攻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叫阿菲普斯基的俄第9师防空导弹旅，说这个检查站传来2声巨响，至少12名俄兵去军事化，数十人受伤，设备受损。从这个描述来看很有可能是敌后武工队他们的杰作。俄乌双方的这个无人机大战还在继续进行。俄罗斯机场再次出现混乱，由于面临无人机袭击威胁，索契机场今天约80个航班延误。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以及弗拉基卡夫卡兹、什么喀山、萨拉托夫、卡卢加、夏卡马、伊热夫斯克、乌里扬诺夫斯克等地的机场也实施了限制措施。就在索契身着泳衣和泳裤的人们惊慌失措地逃离海滩，因为他们看到了无人机向索契飞来俄罗斯的叫巴什基尔州位于叫斯特利塔马克市技术界的叫巴什基尔苏打公司企业发生燃气空气混合物爆炸，造成25人伤亡。这个恐怕又是乌军的无人机的杰作这个俄罗斯国防部9日通报称当天上午俄防空部队击落2架飞往首都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报道称，莫斯科时间9时80至12时，俄军在俄境内共击落44架乌克兰无人机。在莫斯科州上空有3架无人机被击落，其中2架飞往莫斯科方向。双方战线的变化不大。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根据这个法兰克福汇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称，北约对乌军援助与训练司令部副司令、德国联邦国防军叫凯勒少将宣称，俄军在几个月前严重损坏了乌克兰拥有的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该雷达被送往德国后
德国空军的专家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6小时，也就是德国的这个技术专家啊，叫加班加点，终于啊修复了这台看起来无法修复的雷达。7月份，这台雷达被送回乌克兰，并在实战中拦截了一个俄罗斯的空中目标。这个也是官方第一次承认啊，有爱国者防空系统遭到了重创，而且还是关键的雷达部分呢。此前，尽管俄罗斯国防部啊宣称摧毁了多套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但都没有拿出可信的证据。那个摧毁的恐怕是模型啊，或者是塑料的。不过，除了俄罗斯国防部外，外界没有看到任何关于爱国者防空系统曾被俄军摧毁的可信信息。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摧毁爱国者防空系统数量早已超过了乌克兰所拥有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数量。不光是爱国者防空系统啊，连海马斯啊，这个俄军摧毁的海马斯的数量已经是这个美西方援助给乌克兰的海马斯的好几倍啊！根据这个 CCTV4 报道，北欧3国追加5亿美元武器援助乌克兰。根据这个美国媒体报道啊，说加拿大已将俄石油价格上限从每桶60美元降至47.6美元，加入欧洲盟友的行列。加拿大财政部长表示，此举旨在削弱俄的收入，并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从而限制其战争资金的一个关键来源。今年7月，欧盟和英国根据第18项制裁方案，将石油价格上限降低了15%，这个直接就打在俄罗斯的7寸上啊，要害部位。8月8号，欧盟理事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一笔超过32亿欧元的新一笔金融援助，资金将通过2024年3月起生效的乌克兰机制提供，主要用于巩固该国宏观经济稳定以及保障国家机关正常运作。乌克兰机制于2024年3月1日生效，计划在2024年至2027年期间，通过赠款和贷款形式提供高达500亿欧元的稳定资金，以支持乌克兰的恢复、重建和现代化。该项目的目标之一是推动乌克兰落实入盟相关改革，为此已划拨最多320亿欧元，资金拨付与改革目标完成情况挂钩。这2天啊，大家关注的都是特朗普、普京双普啊他们的会面。当地时间啊，8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啊，他将在8月15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会晤，这将是美俄领导人4年多来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俄媒报道啊，此次前往阿拉斯加将是普京自2015年9月以来首次访美，他也成为第一位访问阿拉斯加的俄罗斯领导人。这个美俄元首在俄乌冲突爆发后首次见面啊，没有像此前外界推测的那样会把会面地点放在第三国，比如土耳其，比如阿联酋，而是选了曾为俄国殖民地后被美国购买的阿拉斯加。而且啊，这个特朗普和普京啊，把会晤时间定在8月15号，这个你也可以说是巧合啊，你也可以说这里面啊有一些含义，因为8月15号是日本投降日，也是2战终战的重要里程碑之一。这个特朗普为什么把会晤地点放在阿拉斯加？这个某种程度上啊，恐怕也是就是特朗普他要淡化乌克兰和俄罗斯他们对土地的这种执念。你不能不这么说啊，因为啊，这个阿拉斯加本来是俄罗斯的。1867年啊，美俄双方在华盛顿签署转让阿拉斯加，专约俄罗斯以720万美元的价格把阿拉斯加正式卖给美国，而且在1867年10月18号完成移交手续，成为美国领土。当时的背景是俄罗斯因克里米亚战争战败后国力衰弱，担心阿拉斯加被英国夺取，选择以出售缓解财政和战略压力。现在看啊，这笔交易啊，俄罗斯是亏得裤子都没得穿啊。最早的时候，阿拉斯加好像就是一些皮毛是吧，动物的兽皮啊，就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发现啊，阿拉斯加有金矿、石油，还有天然气。说这个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啊？你想啊，全世界有那么多地方可以选，对吧？你要去美国的话，可以去华盛顿呐，可以去纽约呀，为什么非要去阿拉斯加呢？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个地方离俄罗斯近一点？那普京啊，从莫斯科往东飞，那也飞1万多公里啊，不管哪边飞啊，都是1万多公里，可不近啊。所以说啊，选阿拉斯加恐怕就是要告诉普京，对吧？你们对领土啊没有必要那么执念，你不该卖还不都卖了吗？对吧？关键的时候也可以断尾求生呐。然后这个恐怕同样也要告诉乌克兰，对吧？你看俄罗斯把土地卖了，不也好得很吗？是不行就卖吧，死守着土地干什么啊？或许啊，特朗普是有这个安排，有这个寓意在里面。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普京啊，不管后面谈判结果是什么，普京已经赢了一局，对吧？这个确实在普京面前啊，这特朗普确实像个小学生啊。
首先是普京啊，已经被这个海牙什么国际法庭啊，不是判了嘛，对吧？他要落到这些国家，那国际通缉啊，这普京能去的几个国家，对吧？都不多啊，除了大国印度，连巴西都不敢去啊，南非也不敢去，对吧？这回一下跑到美国去了，这首先啊，作为国际通缉犯，普京那他就是赢了。第二个，这个美俄之间的会晤啊，不管结果谈得怎么样，一定是有来有往，对吧？有第一回谈就有第二回。这普京跟特朗普第一次见面，那后面保不齐什么时候还有第二次见面，那这就美俄之间打的就越来越火热，对吧？下一次到俄罗斯，现在普京已经邀请了啊，这个特朗普下一轮到俄罗斯谈，礼尚往来。从这个特朗普的这个举动来看，他没有把普京当做一个侵略者，对吧？他是一直捧着哄着特朗普这个普京，对吧？不敢对普京啊这个恶语相向。那当然他只对这个已经失了势的，对吧？每天靠酗酒过日子的，喝早酒撑过一天的这个梅德韦杰夫跟他较劲，但是对吧？对普京呢是一直非常礼貌。所以从这个形势上看啊，从外交上，那普京已经赢了一局。8月9号啊，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普京在与特朗普会面时啊，会将一枚列宁勋章交给特朗普，让其转交给 CIA 副局长朱利安。为什么呢？说这枚勋章是俄罗斯授予朱利安的21岁的儿子的，他在俄乌战事中已为俄罗斯献身啊，也就成了普京的耗材啊。据报道，朱利安是 CIA 一名资深的情报官，他的儿子在2023年9月辗转抵达了俄罗斯，并加入了俄军。当年12月前往俄乌战场，次年4月在前线战斗中阵亡。俄罗斯已经把其遗体运交给了美国，他的家人在去年12月已为其举办了葬礼。这次普京将转交俄罗斯追授的奖章，无论特朗普是否转交，对吧？这都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所以在玩政治这一块啊，特朗普在普京面前确实啊像个小学生啊，被人耍得团团转。根据这个德国的图片报报道啊，他说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在访问莫斯科面见普京时，误读了普京的言论，将俄罗斯要求乌克兰从5个地区撤军的要求误以为是俄罗斯方面提出的裁军提议。然后维特科夫带着这个误解回白宫向特朗普如实汇报，结果特朗普满心欢喜，然后就有了8月15日特朗普的与普京的会面安排。当然这是图片报一家的说法啊，这个我想未必如此啊。这个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啊，说8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潜在和谈中将涉及领土交换议题。他还特别向乌克兰总统喊话，现在泽连斯基总统必须做好有所准备，因为他将要签署一些文件。我认为他正在努力推进这件事。大家看视频啊。Now, President Zelensky has to get all of his everything he needs because he's going to have to get ready to sign something, and I think he is working hard to get that done. Will Zelensky have to give up territory, Mr. President? Well, you're looking at territory that's been fought over for 3.5 years with, a lot of Russians have died, a lot of Ukrainians have died. So we're looking at that, but we're actually looking to get some back. And some swapping. It's complicated. It's actually nothing easy. It's very complicated, but we're going to get some back. We're going to get some switched. There'll be some swapping of territories to the betterment of both. But we'll be talking about that either later or tomorrow or whatever. 这个特朗普啊，他居然说啊，我们应该期待乌克兰的领土交换。乌克兰既需要割让部分领土，也会收回一些领土。这个特朗普真是个大聪明啊！首先，这个领土，对吧？这个主权问题啊，领土完整，这个就不能谈判了，对吧？这个也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但是特朗普居然说啊，这乌克兰你要割让部分领土，然后你还能收回去部分领土，搞得好像这是个交易，就像阿拉斯加一样啊。这被他这么一说啊，土地换和平，割地求和，好像变得就是那么清新脱俗。也就是啊，俄罗斯从乌克兰抢了10块钱，然后特朗普说啊，你乌克兰你再给俄罗斯2块钱啊，俄罗斯再还你5块，你看看双方有来有往，对吧？你再出2块，俄罗斯还给你5块，你还占便宜了。把这个领土割地求和，把这个土地换和平变成一个叫什么土地互换，真是个大聪明啊！目前啊，这个俄罗斯方面对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说法还没有反应，
但是泽连斯基那是猛烈的抨击这个特朗普抛出这个方案，泽连斯基拒绝将土地交给占领者，没有乌克兰的这些方案只是死方案。这个泽连斯基发表讲话说啊，乌克兰人不会把自己的土地拱手让给侵略者，乌克兰已准备好接受能够带来和平的真正解决方案。任何对我们不利的决定，任何不考虑乌克兰利益的决定，都是违背和平的决定，都是行不通的，这些都是死的解决方案，永远不会奏效。泽连斯基还说啊，乌克兰宪法中早已给出了对领土问题的明确答案，在这一点上，任何人都不会也不能退让。乌克兰绝不会将自己的土地拱手送给占领者。大家看视频啊。Шановні українці, українки, президент Трамп оголосив про підготовку своєї зустрічі з Путіним на Алясці. Дуже далеко від цієї війни, яка триває на нашій землі, проти нашого народу, яку все одно не закінчити без нас, без України. Путін не вірив в наших людей, тому ухвалив це своє безнадійне рішення спробувати взяти Україну. Це було його головною помилкою – не зважати на українців. Я вірю в наших людей, бо українці сильні, українці захищають своє. Багато хто в світі став на бік України за час війни. Навіть ті, хто з Росією, знають, що вона чинить зло. Звісно, ми не дамо Росії нагород за зроблене. Український народ заслуговує на мир. Але всі партнери мають розуміти, що таке достойний мир. Цю війну треба закінчувати, і Росія має її закінчити. Росія її почала та затягує, не слухаючи ніякі дедлайни. І саме це проблема, а не щось інше. Відповідь на українське територіальне питання є вже в Конституції України. Відступати від цього ніхто не буде і не зможе. Дарувати свою землю окупанту українці не будуть. Україна готова до реальних рішень, які можуть дати мир. Будь-які рішення, які проти нас, будь-які рішення, які без України, вони одночасно і рішення проти миру. Вони нічого не дадуть. Це мертві рішення. Вони ніколи не спрацюють. А нам усім потрібен реальний, живий мир, який люди будуть поважати. Ми готові разом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рампом, разом з усіма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працювати заради реального і, головне, тривалого миру. Миру, який не розвалиться через бажання Москви. Я дякую всім нашим людям за те, що ми разом. Україна є. Дякую всім нашим воїнам за те, що ми зберегли незалежність. Стійте міцно. Це наша земля. Ми – це Україна.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我昨天就已经说了，这个土地换和平，不光乌克兰不能接受，恐怕欧洲这些国家没有能接受的。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啊，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强烈谴责迫使乌克兰放弃领土的行为，并警告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可能是普京想要的下一个目标。爱沙尼亚外交部长马尔古斯·查克纳表示，如果边界可以通过武力改变，那么没有人会感到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全球稳定的基石，我们不能容忍在乌克兰或其他地方的侵略行为。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啊，对侵略者绥靖，实际上就是对他的奖励，对他的纵容。尤其是俄罗斯这样的侵略成性的国家，对吧？近300年来啊，这个俄罗斯对周边所有的他的邻国都实施过侵略行为。这一次，如果他发动了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他还得到了领土，不管什么名义啊，那么对吧？他没有受到惩罚，那他下一次波罗的海三国、波兰这些地方，他都会如法炮制啊，因为北约你也拿他没办法。对吧？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打成这样，打了3年半，北约也没办法。那你以后人家直接向波罗的海三国、向波兰下手，北约你还能干什么呢？欧洲还能干什么呢？所以说啊，这就是对普京的纵容。现在问题的核心啊，第一个是乌克兰的态度。那么泽连斯基已经亮明了自己态度，不可能土地换和平，对吧？他也没办法接受这个条件。那第二个就是欧洲的态度，英国、法国、德国。英国将于周6召开安全问题会议，为即将举行的特朗普与普京谈判做准备。会议将由来自美国、乌克兰和欧洲伙伴的代表参加，主要议题是特朗普与普京的
即将举行的会谈，预计会议将在英国外交大臣拉米位于肯特郡的官邸举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在那里度过周末。这个唐宁街发言人表示首相斯塔默今天上午与泽连斯基讨论了此次会议，他们一致认为这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论坛，用于讨论在实现公正而持久和平道路上的进展。两位领导人欢迎特朗普总统结束这场野蛮战争的意愿，并同意我们必须继续向普京施压，以促使他结束这场非法战争。该发言人补充道，泽连斯基表示，他与斯塔默都致力于推动建设性外交和能够发挥作用的解决方案。这个8月9号乌克兰总统还给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就当前乌外交局势及俄乌问题进行了讨论。泽连斯基表示所有行动都必须以真正终结冲突为目标。乌克兰与法国等所有伙伴都已经做好准备，为实现真正的和平尽最大努力。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到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卢卡申科说客观的说，特朗普就是个大嘴巴，早上说一套，晚上说一套，最终什么结果都没有。所以我预计8月15号这个特朗普和普京的会谈恐怕一样是什么成果都不会有，鸡同鸭讲，瞎子点灯白费蜡，对吧？如果特朗普和普京之间的会晤是以损害乌克兰为这个前提的，那么乌克兰和欧洲他是不会答应的，他也不会配合。如果对吧，你不能满足普京，普京他也不会答应。所以很有可能是特朗普自己把自己玩成了一个笑话。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宣布，2025年1至7月，俄罗斯联邦预算从石油和天然气部门获得的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19%， 降至692亿美元。通报中写道，主要原因包括油价下跌、卢布走强以及对欧盟的天然气出口大幅减少。乌拉尔原油平均价格下跌了 18.4%， 跌至每桶 60.37 美元。与此同时，自年初以来，卢布对美元汇率上涨 45%，对欧盟天然气供应下降 50%， 降至 99.3亿立方米。为了应对收入减少，俄罗斯政府减少了对石油公司燃料缓冲补偿。财政部将2025年石油天然气收入预测下调至1044亿美元，比之前的预期1373亿美元减少了 24%。能源收入的下降凸显了俄罗斯经济对外来压力脆弱性日益增加。为了弥补赤字，政府计划更积极地使用国家福利基金的资金，并削减预算项目以资助对乌克兰的战争，也就是要从部门别的行业要压缩这个预算。俄罗斯的养老金这个恐怕就是要入不敷出了。最后我们再看这俄罗斯媒体报道他说俄罗斯央行称不会采取禁止提取现金和冻结账户资金的措施。8月8日，俄罗斯央行副行长叫扎伯特金表示，禁止在俄罗斯提取存款现金是不可能的。他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评估了俄罗斯央行采取此类措施的可能性。俄罗斯中央银行代表表示，这样的措施将对俄罗斯的金融体系和经济造成毁灭性后果。在卢布贬值、通胀超出预期以及俄罗斯央行基准利率升至创纪录的 21% 的背景下，出现了2024年秋季冻结存款的报道。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多次强调，冻结银行存款这种想法毫无意义，监管机构不会采取此类举措，否则俄罗斯民众对信贷机构的信任将遭到破坏，这将对国家经济造成重大冲击。这个由于俄罗斯的经济现在非常堪忧所以俄罗斯民间这个就在传言，俄罗斯央行很有可能冻结大家在银行的存款，不让你取现金了，不让你花，然后说每个账户里面对吧，最多只能用5万卢布剩下的钱全部冻住，5万卢布就够你去明天买点吃的，对吧？这个传言去年就有今年恐怕又出来了。一个就说明俄罗斯国内这个叫杯弓蛇影风声鹤唳。一方面也说明这个为什么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所以说这个俄罗斯央行的这些头脑都出来辟谣说明我们是不可能冻结资金的，冻结资金没有意义，没有用。你越这么解释这叫塔西佗陷阱，你越这么解释这俄罗斯人越不相信，对吧？在某个时刻或者某一个偶然因素刺激下，俄罗斯人恐怕就要去集体把钱要提出来。所以不管怎么说这个俄罗斯国内无论从它的这个外汇收入预算，还是它国内的这些谣言，对吧？它的银行现在岌岌可危，都说明俄罗斯经济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候。这时候俄罗斯人的大救星来了，对吧？普京的大救星，那就是特朗普看着特朗普也要给普京一次机会我们继续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